勸學節錄。荀子。君子曰：學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於藍而清於藍；冰，水為之而寒於水。木直中成，猶以為倫；其曲中規，雖有槁木，不復挺者，猶使之然也。故木受成則直，金就礪則利。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，則智明而行無過矣。吾嘗終日而思矣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。吾嘗企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；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也，而聞者彰。假如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絕江河。君子性非異也，善假於物也。積土成山，風雨輕然；積水成淵，蛟龍生焉。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備焉。故不積跬步，無以至千里；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其驥一躍，不能十步；駑馬十駕，功在不捨。鍥而捨之，朽木不折；鍥而不捨，金石可鏤。人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蟹六跪而二螯，非蛇善之穴，無可寄託者，用心躁也。荀子今傳32篇，除少數篇章可能由他的弟子記錄而成外，基本上是荀子自己所寫。此書是中國古代儒、法、道、墨等諸子學術思想的集大成之作。他對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思想的各個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。本文節選自《荀子勸學篇》。荀子主張性惡說，認為人性容易趨向於惡，人們的善良行為都是後天修為的成果，因此他特別強調學習的重要性。勸學篇是荀子的首篇，是荀子教育思想的主要理論篇章，全文比喻繁多，邏輯縝密，極富哲理。文章緊扣學，從不同角度分別論述學習的重要性、學習的環境和方向、學習應持的態度及學習的內容等。戰國時期，封建制度瓦解，社會變革加劇，四處洋溢着銳意進取、積極向上的氛圍。學者們針對時勢，發表不同的主張，形成不同派別，
史稱諸子百家。當時諸侯爭霸激烈，爭相招攬人才，詩人講學之風興起，書寫工具進步，促成了諸子百家思想爭鳴的局面。荀子對先秦諸子思想批判鑑別的同時，發揚光大了孔子的儒家思想。勸學編寫於戰國末期，是荀子50歲擔任齊國學宮最高長官時所作。學宮的老師和學生來自各地，荀子的重要考慮是要學生接受教導，專心學業。為此，荀子寫下了這篇著名的傳世之作。